头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桃园市的龟山国小到美国宾州的威廉波特来参加到世界少棒锦标赛。伫拍败到加拿大甲日本了后，今仔日甲代表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古拉索这队来对战。全队共出着6支的安打，以9比1，搁来拍败着对手3连胜，进入到4强战。接落来，这个龟山少棒会来拍国际组的冠军赛。 若是佮拍赢，就会当晋级争取世界冠军。大家上爱威廉波特少棒赛，小小中华队用跳舞起鼓，因为对手是代表加勒比海地区的古拉索，无敌囝范新俊，一比赛无偌久尔，就有一个好表现。但小将以这个安打成抢头一分，虽然讲古拉索将这条球降出全垒打墙，这个阳春炮无啥要紧。投手群蔡元和、柯小杰、叶清汉做伙送出7张的楼梯。柯小杰甲对手你来我往了后，来一个霸气的回应。Will strikes out and Shu is fired up. My goodness! Whoa! 对决的结果，一个闪巴达，一个欢喜，画出来，这就是小小球员上知识爱棒球的表现。龟山少棒投手压制对手的打线，打者嘛伫第5局顶半局做伙6分，因为目睭看真安打串联一个手摕6分。Lined into center field of base hit. 龟山少棒最后以9比1胜古拉索，3连胜进入4强，要迎接国际组的冠军赛。小小的棒球员表现拢真赞。请继续为我们加油，耶！我们可以进入我们梦寐以求的球场，真的很开心，请继续为我们加油，谢谢。 比赛时，什么拢唔惊，不过好问的是，却是比数搁嫌古多，请大家继续为龟山少棒来加油。若是搁晋级，就有机会挑战世界冠军。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